台语文康榜带大家做回来看，最近伫咧网络有一阵高水的囡仔用台语来小解新北市的好所在。这是新北市教育局所举办的活动，大家拢真侪出头，真有创意，带大家做回来看。大家好，我是主播关欣婷，欢迎收看新北好所在。到店来讲展，这位新北野柳国小小小主播报台语新闻真有班，唔那安尼，因规个新闻团队拢有够高，连线的记者阿凯表情、态度、声调拢100分。大家敢知影野柳捌上过美国 CNN 新闻哦，亲像陆龙头、跳绳公主、辣椒台、仙女下。拢足有名。啊那邦桥的国光国校就是笑开组的，因主持的国光台语台是老力滚滚。是高雄不会存在价，未来小盖会当代表邦桥的好所在，来看下北地公地旁，北地公花后，讲到邦桥，就爱讲到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林文王府邸，伊已经有170几年的历史哦。这是新北市教育局和中央国小斗阵合作举办的本土语文创意讲授展的活动，题目是用母语来小解新北的好所在。每一项作品至少需要3个老师来指导。校长讲，投稿的件数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阮有感觉吼，一年比一年较济啦吼，因为伊可能拢受到鼓励吼。譬如讲，阮台语吼，就比旧年加10几项、10几件啦。教育局举办这个比赛，为108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7年啊。互囡仔会晓运用影音媒体来传承传统文化。比赛分2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拼字音来融合创意，第二个就是人气王。伫咧面册上侪人市赞就算赢，民众会当替这个囡仔市赞支持这个小小梦青用心做出来台语作品。记者陈阿轩、林秀凯、谢桂玲新北报道。